鄭欣宜低調訂婚啊！佢未婚夫身份真係驚到全港人都哇一聲，完全估唔到竟然係個68歲嘅富豪。鄭少秋震怒到話絕對唔會出席婚禮，阿媽生前都曾經提醒過佢。近日香港娛樂圈被一則爆炸性消息炸到翻天，鄭欣宜呢位已故著名藝人沈殿霞肥姐同鄭少秋嘅女被爆出低調訂婚嘅消息。但呢場訂婚宴男主角嘅身份真係令全港人都嘩然，竟然係個68歲嘅富豪。消息一傳出，即刻成為街知巷聞嘅話題，各大媒體都跟住報道，社交媒體上更加係炸到唔得喎。據知情人士透露，鄭欣宜同呢位神秘富豪嘅戀情一直都好低調，從來未喺公開場合露過面。直到近日，一張模糊嘅訂婚現場相流出，先至令到呢段隱秘嘅戀情浮出水面。相入面，鄭欣宜著住件簡約嘅白色連身裙，笑得好燦爛，而身邊嘅未婚夫就係個頭髮都白晒、氣質好儒雅嘅老人家。兩個人手牽手，甜甜蜜蜜咁對望，畫面溫馨又充滿戲劇性。呢個消息一曝光，即刻引發全港關注同猜測。鄭少秋作為鄭欣宜嘅阿爸，得知呢個消息之後，震怒到不得了，甚至放狠話絕對唔會出席女嘅婚禮。而沈殿霞生前都好多次提醒過女，話以後大個仔要小心男人。而家呢個預言好似真係應驗咗。呢場看似普通嘅訂婚，背後究竟藏住咩秘密？等我哋一齊揭開呢場牽動全港大夫嘅神秘面紗。鄭欣宜1987年5月30號喺加拿大溫哥華出世，係中國香港女演員、歌手。作為鄭少秋同沈殿霞嘅女，佢從出世開始就備受關注。但佢嘅成長之路真係唔係一帆風順。阿爸阿媽喺佢細個嗰陣就離婚啦，鄭欣宜由阿媽沈殿霞撫養大。沈殿霞好錫個女，但都深知娛樂圈嘅複雜，所以對個女嘅教育都好嚴格。喺阿媽影響下，鄭欣宜從細就展現出對藝術嘅濃厚興趣，唱歌、跳舞樣樣都至。2003年，鄭欣宜做咗修身堂嘅瘦身代言人，開始慢慢進入公眾視野。2004年，佢宣布成功喺1年內減咗一半體重，由232磅減到137磅。呢個壯舉令到佢受到媒體好廣泛嘅關注。之後，佢推出咗一首叫《想飛》嘅廣告歌同埋個 MTV， 仲出版咗減肥日記，人氣即刻急升。但好似命運好中意玩人咁，2008年，沈殿霞因為病離世，對鄭欣宜嚟講，呢個真係好大個打擊。阿媽唔單止係佢最親近嘅人，更加係佢事業上嘅堅強後盾。阿媽離世，令到鄭欣宜陷入好深嘅悲痛之中，事業都一度跌到低谷。阿媽離世之後，鄭欣宜繼承咗阿媽留下嘅龐大遺產。按照阿媽嘅遺囑，遺產由信託機構打理，要等到鄭欣宜35歲之後先至可以自由支配。喺呢之前，佢每個月只可以領取固定嘅生活費。呢筆遺產唔單止係阿媽對佢嘅關愛，都係佢未來生活嘅保障。但喺龐大遺產背後，都藏住好多誘惑同風險。據現場目擊者透露，鄭欣宜嘅訂婚宴好低調，只請咗少數親朋好友參加。地點選咗間好私密嘅私人會所，環境好優雅，氣氛都好溫馨。嗰日，鄭欣宜著住件簡約嘅白色連身裙，長髮披肩，妝容都好精緻，顯得好靚好動人。佢同未婚夫手牽手走入會場，個面都係幸福嘅笑容。未婚夫就係個頭髮花白、氣質儒雅嘅老人家，著住件好挺身嘅西裝，精神都幾好。喺訂婚宴上，鄭欣宜同未婚夫甜甜蜜蜜咁互動，時不時深情對望，真係令人感受到佢哋之間濃濃嘅愛意。現場仲播放咗一段精心製作嘅影片，回顧咗佢哋兩個人相識相知嘅點點滴滴，畫面好溫馨又感人。但當呢位神秘富豪嘅身份被曝光之後，現場氣氛即刻變得好微妙。據悉，呢位富豪叫林耀輝，今年68歲，係香港商界嘅知名人物，旗下有好多間上市公司，身家都好唔少。
佢同鄭欣宜嘅相識源於一次偶然嘅機會，喺一次慈善活動入面，兩個人知咗之後就慢慢產生感情。林耀輝嘅出現令到在場嘅賓客都好驚訝，畢竟鄭欣宜先37歲，同林耀輝相差咗整整31歲，咁大嘅年齡差距，令到好多人對呢段戀情都產生質疑。有人覺得鄭欣宜係為咗錢先至同林耀輝一齊，亦有人覺得兩個人之間係真愛，年齡根本唔係問題。隨住訂婚消息嘅曝光，越嚟越多內部人士開始爆料呢段戀情背後嘅秘密。一位同鄭欣宜關係好密嘅朋友透露，鄭欣宜同林耀輝嘅戀情已經維持咗一段時間，但一直都好低調，從來未對外公開。林耀輝對鄭欣宜好體貼入微，唔單止喺生活上關心備至，喺事業上都俾咗佢好多支持同幫助。喺佢嘅鼓勵下，鄭欣宜慢慢走出咗阿媽離世嘅陰影，重新揾翻自信同勇氣。但呢段戀情都唔係一帆風順嘅。據知情人士透露，鄭欣宜嘅家人，尤其係阿爸鄭少秋，對呢段戀情一直都持反對態度。鄭少秋覺得林耀輝年齡太大，同個女唔夾，擔心個女會受到傷害。佢曾經好多次勸鄭欣宜放棄呢段感情，但鄭欣宜就堅持自己嘅選擇，唔肯妥協。此外，仲有傳言話林耀輝同鄭欣宜嘅戀情背後藏住啲唔可以講嘅秘密。有人猜林耀輝係為咗借助鄭欣宜嘅名氣嚟提升自己嘅社會地位，亦有人覺得鄭欣宜係為咗繼承阿媽嘅遺產，先至揀同林耀輝一齊。呢啲傳言令到呢段戀情變得更加神秘。當鄭少秋得知女訂婚嘅消息之後，即刻震怒到不得了。佢唔接受個女同個比自己仲大嘅男人一齊，更加擔心個女會因此受到傷害。據鄭少秋身邊嘅工作人員透露，鄭少秋得知消息之後，第一時間打電話俾女，要求佢立即取消訂婚。但鄭欣宜就態度堅決，話自己已經認定咗林耀輝，唔會輕易放棄。呢個令到鄭少秋好失望同生氣，佢甚至放狠話絕對唔會出席女嘅婚禮。鄭少秋呢個決定引發咗外界好廣泛嘅關注同猜測。有人覺得鄭少秋係因為愛面子，唔想個女嫁俾個比自己仲大嘅男人，亦有人覺得佢真係好擔心個女嘅未來，先至做出呢個決定。接受媒體訪問嗰陣，鄭少秋情緒好激動咁話：我作為阿爸，只希望個女可以幸福，但呢個男人年齡太大啦，我唔放心將個女交俾佢，我寧願佢揀個年齡相仿、真心錫佢嘅人，都唔想睇到佢受到傷害。鄭少秋嘅態度令到呢場訂婚風波越嚟越激烈，好多網民都喺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嘅睇法，有人支持鄭少秋嘅決定，覺得佢係為咗保護個女，亦有人批評佢太專制，唔應該干涉個女嘅感情生活。沈殿霞生前對個女嘅感情生活都好關心，佢深知娛樂圈嘅複雜，都擔心個女會受到男人嘅傷害，所以佢曾經好多次提醒個女，話以後大個仔要小心男人。有一次訪問入面，沈殿霞曾公開話：我希望欣宜可以揾到個真正錫佢、疼佢嘅人，但娛樂圈嘅男人好多都唔可靠，我希望佢可以擦亮眼，唔好俾男人嘅花言巧語迷惑住。而家沈殿霞嘅預言好似真係應驗咗，鄭欣宜同林耀輝嘅戀情引發咗外界好多質疑同猜測。好多人覺得鄭欣宜係為咗錢先至同林耀輝一齊，呢個同沈殿霞生前嘅擔心好吻合。但鄭欣宜就唔認同外界嘅睇法，佢接受訪問嗰陣話：我知道阿媽生前一直好擔心我會受到男人嘅傷害，但林耀輝同其他男人唔同，佢對我係真心嘅，我都錫佢。我相信我哋嘅感情可以經受得住時間嘅考驗。鄭欣宜呢番話令到好多人對佢嘅選擇有咗新嘅認識。也許喺愛情面前，年齡真係唔係最重要嘅因素，最重要嘅係兩個人係咪真心相愛，
係咪可以相互扶持、相互理解？等我哋返去訂婚宴現場，重溫嗰個充滿甜蜜同爭議嘅時刻。當鄭欣宜同林耀輝手牽手走入會場嗰陣，現場響起咗一陣好熱烈嘅掌聲，賓客都起身向呢對新人表示祝福。但喺祝福聲入面，都有唔少質疑同議論嘅聲音。喺訂婚宴上，鄭欣宜同林耀輝甜甜蜜蜜咁互動，時不時深情對望。佢哋一齊切蛋糕、飲交杯酒，個面都係幸福嘅笑容。現場都安排咗啲精彩嘅表演節目，氣氛都好熱烈。但喺訂婚宴進行到一半嗰陣，突然發生咗個小插曲。一位自稱係鄭少秋好友嘅賓客起身大聲質問林耀輝：你咁大年紀，點解要同欣宜一齊？你係咪有咩唔可以講嘅目的？呢個突如其來嘅質問，令到現場氣氛即刻變得好緊張。林耀輝個面微微變咗，但好快就恢復咗鎮定。佢起身微笑住答：我同欣宜係真心相愛嘅，年齡唔係問題。我會用我一生嚟照顧佢、錫佢，令到佢幸福。鄭欣宜都起身，緊緊揸住林耀輝嘅手，堅定咁話：我相信佢，都相信我哋嘅感情。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哋。呢個小插曲雖然令到現場氣氛一度有啲尷尬，但都令人對呢段戀情有咗更深入嘅思考。愛情究竟應該係咩樣子？係年齡相仿、門當戶對，定係真心相愛、相互扶持？鄭欣宜同林耀輝嘅訂婚消息引發咗社會各界好廣泛嘅關注同爭議。唔同人對呢段戀情有唔同嘅睇法同態度。啲娛樂圈人士覺得愛情唔分年齡，只要兩個人真心相愛，就應該得到祝福。佢哋話鄭欣宜同林耀輝性格上互補，林耀輝嘅成熟穩重可以俾鄭欣宜安全感，而鄭欣宜嘅活潑開朗都可以為林耀輝嘅生活增添樂趣。但都有好多人對呢段戀情持反對態度。佢哋覺得年齡差距太大，會令到兩個人喺生活習慣、價值觀等方面有好大嘅差異，好難長久相處。此外，仲有人擔心林耀輝係為咗鄭欣宜嘅遺產先至同佢一齊，呢個對鄭欣宜嚟講係好大個風險。鄭欣宜低調訂婚事件真係一場牽動全港嘅大呼鬆訂婚消息曝光，到鄭少秋震怒，再到社會各界嘅爭議，每一個環節都充滿戲劇性。呢場風波唔單止令我哋睇到鄭欣宜嘅成長同堅持，都令我哋對愛情、婚姻同家庭有咗更深入嘅思考。喺呢個多元化嘅社會入面，我哋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嘅選擇，用包容同理解嘅心態去睇待唔同嘅愛情模式。